歡迎嚟到靜心說書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桂子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書籍係有關時間管理。我會以1分鐘短短嘅時間去同大家分享當中嘅內容。你哋收聽嘅時候，不妨可以邀請埋小朋友一齊收聽，然後再可以一齊討論一下嘅噃。點解要喺固定嘅時間做固定嘅事情呢？固定時間做固定嘅事情，其實係一種時間管理同一個習慣養成嘅方法。其實都有好多好處㗎。佢唔只可以令生活有規律，仲可以提升效率啦，減少壓力。佢嘅好處其實真係唔止一個㗎。嗱，你諗下，每日唔使諗一諗下一步要做啲乜嘢，我哋可以專注當下要做嘅事情。咁我哋就提升咗我哋個學習效率或者工作效率㗎啦。我哋喺特定嘅時間可以自然身心咁樣可以進入狀態，做事就會可以事半功倍啦。咁樣我哋就可以有一個穩定嘅生活節奏，對身體健康同心理狀態都有幫助㗎。尤其係瞓覺啦、飲食同工作方面，我哋都會有好大嘅益處嘅。其實養成呢個好嘅習慣，長期堅持就會變得係自然反應，亦都唔使靠意志力去逼自己。咁樣我哋有計劃、有預期去做事，我哋就唔會覺得時間成日唔夠用啦。舉個例子，假設如果我哋定咗每朝早7點鐘起身，7點半準時去做半個鐘頭運動，開始嘅時候其實你會覺得好辛苦，好似逼自己做一啲唔想做嘅嘢。但如果你捱到2個星期2個星期之後，身體就開始會有呢個習慣。當你做完呢個運動之後，呢半個鐘你就會覺得好精神，做嘢嘅效率都會提升，學習都自然會有更加高嘅時間效益㗎啦。又或者俾個提議啊，瞓覺前試下安排一個固定嘅少時間去閱讀啊，睇下書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主意嚟㗎。有興趣嘅你不妨試下。